咱的邦交国，比如共和国，今仔早起甲国内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要来推动比如零碳排的基础设施哦，望讲会当来帮助比如提升能源的自给率，发展绿色产业。内政部佮外交部官员见证之下，保留国务部长等官员甲台湾业者共同签署台博合作基础设施净零方案、绿电佮碳权的合作备忘录。双方会来实质推动净零方案，像导入彩绘光电的技术，互建筑物外墙采用特殊的光电导站技术，甲建筑的入面转化成高效能的发电系统，让城市及建筑发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方，让每一栋高楼大厦也能够成为再生能源的一部分。双方官员就徛伫内政部建研所材料实验中心彩绘光电外墙来合影。除了彩绘光电，另外佮计划要推动低碳带商佮交通设施建设、碳权开发等项目，希望提升保留能源自给率、发展绿色产业等等。保留官员嘛表示，面对着气候挑战，这项合作案嘛是对未来世代的承诺。Today's collaboration is more than a technological exchange. It is a commitment to future generations. 双方嘛根据巴黎协定的市场机制合作来开发碳权，希望吸引国际资金的投入，促进绿能设施佮低碳产业开发，来创造就业机会，嘛要来拼成为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迁的示范。公司新闻林建伟、裴耀做台北报道。